創世記第14章，當暗拉菲作示拿王，雅洛作以拉撒王，基大老馬作以簡王，提達作窩印王的時候，他們都攻打所多瑪王比拉、蛾摩拉王比沙、押瑪王示勒、洗扁王善以別和比拉王。比拉就是所以。這五王都在西丁谷會合。西丁谷就是鹽海。他們已經侍奉基大老馬12年，到13年就背叛了。14年，基大老馬和同盟的王都來在亞特律加陵，殺敗了利弗音人，在哈密殺敗了疏西人，在沙彌基列亭殺敗了以米人，在何利人的西珥山殺敗了何利人，一直殺到靠近曠野的伊勒巴蘭。他們回到安密巴，就是加底斯，殺敗了亞瑪力全地的人，以及住在哈洗選他瑪的亞摩利人。於是所多瑪王、蛾摩拉王、押瑪王、洗扁王和比拉王都出來，在西丁谷擺陣，與他們交戰，就是與以簡王、基大老馬、窩印王、提達、示拿王、暗拉菲、以拉撒王、亞律交戰，乃是4王與5王交戰。西丁谷有許多石漆坑，所多瑪王和蛾摩拉王逃跑，有掉在坑裏的，其餘的人都往山上逃跑。4王就把所多瑪和蛾摩拉所有的財物並一切的糧食都擄去了，又把亞伯蘭的侄兒羅得和羅得的財物擄掠去了。當時羅得正住在所多瑪，有一個逃出的人告訴希伯來人亞伯蘭，亞伯蘭正住在亞摩利人幔利的橡樹那裏。幔利和以實各並亞乃都是兄弟，曾與亞伯蘭聯盟。亞伯蘭聽見他侄兒被擄去，就率領他家裏生養精練壯丁318人，直追到但，便在夜間自己同僕人分隊殺敗敵人，又追到大馬色左邊的河壩，將被擄掠的一切財物奪回來，連他侄兒羅得和他的財物以及婦女人民也都奪回來。亞伯蘭殺敗基大老馬和與他同謀的王回來的時候，所多瑪王出來，在撒彌谷迎接他。沙彌谷就是王谷。又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着餅和酒出來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他為亞伯蘭祝福說：
願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賜福與亞伯蘭。至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裏，是應當稱頌的。亞伯蘭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來給麥基洗德。所多瑪王對亞伯蘭說：你把人口給我，財物你自己拿去吧。亞伯蘭對所多瑪王說：我已經向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耶和華起誓，凡是你的東西，就是一根線、一根鞋帶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說我使亞伯蘭富足。並有僕人所吃的，並與我同行的阿乃、以實各、幔利所應得的分，可以任憑他們拿去。